大家好，我係啱啱由山洞走翻出嚟嘅陳啟泰。今日我哋由零說起。陳啟泰當年憑百萬富翁為亞視創下收視神話，坐穩一哥嘅位置。但有邊個估到前幾年佢深陷抑鬱症折磨，喺最灰暗嘅日子浮現過輕生嘅念頭，從名利雙收跌落人生谷底，全靠太太日夜守護。今日佢成功停藥，重返幕前，嚟到由零說起，跟大家分享佢呢段高低起跌嘅人生路。因為熱愛唱歌，陳啟泰當年暑假返香港參加新秀，最後為咗學業放棄咗入圍機會。畢業之後，佢頂唔順黑板嘅銀行工作，經人介紹進入製作公司，並兼任模特兒，從此萌生明星夢。後嚟陳啟泰仲成功試鏡，成為 TVB 香港早晨主持，正式開展星途。因為一向中意唱歌啦，喺加拿大有夾 band 啦，有唱歌啦，有唱合唱團啦，咁啊參加過新秀嘅。咁第一次新秀咧，其實咧係入到圍嘅。嗰陣時咧係唱咗一兩段啦，都比較長嘅時間先叮完。叮完之後咧，阿黎小田咧就捉咗我，又喺後邊傾。佢話：你如果入到圍，你會唔會翻嚟發展啊？我唔會啊，我會讀埋書先㗎，仲有2年啊。